上海徐匯區嘅繁華街頭，一部號稱500萬以內最好嘅 SUV，承載住無數中產家庭夢想嘅理想 Mega 行客，突然間化成一團火球，冇劇烈碰撞，冇複雜路況，僅係幾秒鐘之間，火舌就由底盤瘋狂竄出，將呢部價值50萬嘅工業奢侈品吞噬得一乾二淨。車主好彩執返條命，但嗰副燒到得返焦黑骨架嘅車身，就好似係一座現代工業文明嘅墓碑，靜靜咁嘲笑緊所謂嘅遙遙領先。呢單本嚟應該係引發行業大地震嘅安全事故，係對電磁熱管理技術嘅一次嚴厲拷問。但係喺依家咁魔幻嘅互聯網輿論場入面，大贏家竟然係小米嘅雷軍。公眾嘅注意力被各種營銷話術轉移視線，好似只要競爭對手夠爛，自己嘅隱患就唔存在咁。呢種鬥爛嘅邏輯成咗中國新能源車市最荒謬嘅注腳。不過命運嘅審判從來唔會缺席，佢只係換咗個樣，用更加慘烈嘅方式殺到埋身。2025年10月13號，成都嘅凌晨，死神攔住咗小米蘇7嘅去路。當呢架承載住雷軍最後一次創業夢想嘅轎跑撞上綠化帶嗰陣，真正嘅恐怖發生咗。車輛起火，呢個或者係物理撞擊後嘅概率事件，但最令人絕望嘅係車門打唔開。喺路人拍嘅片裏面，那幾位搏盡老命去救人嘅途人，面對住鎖死嘅車門同埋越燒越旺嘅火勢，發出咗無力嘅嘶吼。車裏面個司機喺意識可能尚存嘅最後一刻，面對嘅係點樣嘅絕望？係高溫嘅自嘲，定係對嗰扇原本應該守護生命，此刻卻變成通向地獄之門嘅智能車鎖嘅無聲詛咒？呢個唔係個別例子，呢個係系統性嘅潰敗。早喺同一年3月，3條後生女嘅生命同樣消失喺小米蘇7嘅殘骸之中。同一條橋，同一個劇本，高速撞擊，車輛起火，車門鎖死。如果話一次係偶發，2次係巧合，咁接二連三嘅同類事故就揭示咗一個令你心寒嘅事實。呢個唔單止係質量管控嘅甩漏，呢個係設計理念嘅根本性崩塌。嗰種被互聯網思維深度毒害嘅造車邏輯，雷軍呢位喺智能手機領域呼風喚雨嘅教父，將佢嘅極致單品思維唔單止移植到汽車上面，更移植到對生死嘅定義之中。佢曾經好自豪咁講，中國政府喺產品定義嘅第一條就係顏值是王道，部車好睇係第一位㗎。呢句說話喺手機發佈會上或者可以引嚟全場掌聲，因為手機死機可以重開，樣衰可以換殼。但當呢句說話被奉為汽車設計嘅金科玉律嗰陣，佢就變成咗潛在嘅殺人指令。為咗追求車身線條極致流暢，為咗所謂嘅低風阻係數，更為咗喺發佈會上嗰一瞬間嘅視覺經驗，機械門把手被電子隱藏式設計取代。雷軍喺介紹呢個設計嗰陣，語氣充滿咗對傳統機械結構嘅輕視。有好多人覺得呢樣嘢有咩咁巴閉啊？其實呢個細節特別細，係因為呢度面有按鈕，一撳門就開架啦。正係呢個一撳就開嘅電子按鈕，喺斷電、撞擊、線路熔斷嘅極端工況下徹底失效。汽車工業100年嚟最核心嘅底線，機械冗餘 （mechanical redundancy） 喺智能化嘅狂歡入面被當垃圾咁掉咗。傳統嘅機械門把雖然冇咁科幻，冇咁高級，但佢遵循嘅係物理世界嘅鐵律。無論電路點樣燒毀，只要連桿仲喺度，門就開到。而依家為咗迎合嗰種膚淺嘅科技感，為咗令車主喺呢1秒鐘嘅開門動作入面獲得某種虛榮嘅滿足，設計師剝奪咗車主喺生死關頭那最為關鍵嘅逃生通道。呢個唔單止係設計嘅傲慢，呢個係對生命嘅褻瀆。設計師坐喺寬敞明亮嘅 office， 用 PPT 畫緊未來嘅出行途徑，卻從來冇真正想象過，當嗰架精美嘅電子玩具變成燃燒嘅鋼鐵監倉嗰陣，裡面嘅生命可以點樣自救？
如果中國政府剝離掉嗰啲愛國主義嘅宏大敘事，剝離掉發佈會上令你頭暈嘅參數堆砌，回歸到最冷冰冰嘅數據層面，中國政府會發現一個更加驚悚嘅現實。根據國際權威機構 ICCT 嘅研究數據，全球範圍內電動車嘅平均起火概率大約係10萬分之1.25，即係每8萬架車先有一單。而傳統嘅燃油車雖然基數龐大，但喺同等技術標準下嘅安全性已經過百年驗證。然而中國市場嘅現實數據卻喺度瘋狂打臉。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孫金華教授披露嘅數據顯示，中國新能源汽車嘅起火率高達10萬分之37.5，呢個係乜嘢概念？呢個意味住你引以為傲嘅國產新能源車，佢嘅自然風險係國際平均水平嘅30倍。呢30倍嘅差距，絕唔僅僅係技術嘅差距，係良心嘅差距。喺彎道超車嘅國家戰略指揮棒之下，速度成為咗唯一嘅圖騰，電池能量密度被瘋狂壓榨，快充功率被無限制推高，而作為安全底線嘅熱管理系統同隔熱材料，卻喺成本控制嘅屠刀之下瑟瑟發抖。每一嚿被塞入底盤嘅高鎳3元鋰電池，都係一粒處於不穩定狀態嘅化學炸彈。而喺中國錯綜複雜嘅充電基礎設施入面，電流嘅不穩定、充電樁協議嘅混亂，更加係呢粒炸彈嘅催化劑。更令人絕望嘅係，面對咁高嘅起火率，車企想出嘅解決方案，並非從根本上提升電芯安全性，而係推出一種叫彈射電池嘅荒誕技術。當電池熱失控即將發生嗰陣，系統將電池包好似戰鬥機座椅咁彈射出去。呢種設計思路簡直係黑色幽默嘅巔峰。為咗保護車主，中國政府可以將一粒即將爆炸嘅炸彈掟出馬路、掟入人群、掟去人哋車底。呢個邊度係技術創新？呢個分明係社會達爾文主義喺工程學上嘅極致演繹。只要我唔死，理得你洪水滔天。當產品出現致命缺陷，正常嘅商業邏輯應該係召回、道歉、整改。但喺2025年嘅中國，呢套邏輯失效啦。取而代之嘅係一套成熟而且冷酷嘅輿論維穩機制。面對鋪天蓋地嘅質疑，小米冇第一時間反思嗰扇打唔開嘅門，而係由雷軍親自掛帥，喺世界智能網聯汽車大會上發出號召，共同抵制網絡水軍黑熊關注。緊接住企業嘅法務部門化身為網絡錦衣衛，對所有敢於質疑小米汽車安全性嘅博主、媒體甚至普通網民進行無差別嘅投訴同封殺。喺呢套敘事體系入面，指出問題嘅人唔再係消費者，唔再係監督者，而係各種黑子，係阻礙民族工業發展嘅罪人，甚至是境外勢力嘅遞刀者。呢種將商業批評政治化嘅手段極其卑劣而且有效。佢利用咗民眾樸素嘅愛國情感，構建咗一道堅不可摧嘅輿論防火牆。喺呢道牆內，所有關於斷續、自然、鎖死嘅片被迅速404，所有關於受害者家屬嘅哭訴被限流，留低嘅只有滿屏嘅遙遙領先、國貨之光同彎道超車。我曾經親眼目睹呢一幕嘅荒誕。今年3月嗰場事故，受害者家屬喺微博上發佈嘅泣血控訴，喺短短幾日內消失得無影無蹤，取而代之嘅係大概率達成嘅私下賠償協議。金錢成為咗掩蓋血跡嘅沙土，資本嘅力量與權力嘅默許完成咗合謀，將公眾嘅知情權死死踩喺腳下。東車帝曾經想透過真實嘅碰撞測試揭開呢層遮羞布。當小米蘇7喺測試中因斷電無法開門，而 Tesla 卻安然無恙嗰陣，呢本該係行業反思嘅起點。結果呢？視頻全網下架，測試被定性為不專業，甚至被暗示係收咗黑錢。喺中國解決問題嘅成本太高，而解決提出問題嘅人成本太低。喺呢個故仔入面，最令人心痛嘅角色並非雷軍，而係好似我朋友老薛咁樣嘅普通消費者。
佢哋大多受過良好教育，擁有體面嘅工作，全家體制內係社會嘅中堅力量。佢哋真心實意咁相信國家崛起嘅宏大敘事，並將呢種信仰轉化為消費動力。喺佢哋眼中，買一架小米蘇7 Ultra 唔單止係買一架車，更係為中國科技嘅崛起投下一張信任票。老薛喺朋友圈曬出新車那一刻，配文中國電車彎道超車。那一刻佢嘅自豪係真實㗎，佢嘅愛國熱情係滾燙㗎。然而當安全事故頻發，當移動骨灰盒嘅稱呼喺私底下流傳，當嗰扇打唔開嘅車門成為揮之不去嘅噩夢嗰陣，佢嘅沉默都係真實嘅。佢將朋友圈設置為3天可見，呢個唔單止係對自己當初盲目自信嘅羞愧，更係一種信仰崩塌後嘅無所適從。呢個正正係中國當下最殘酷嘅現實。愛國主義被商業巨頭包裝成最鋒利嘅鐮刀，佢哋利用民眾對國家嘅信任，兜售尚不成熟嘅技術。佢哋利用民眾對民族復興嘅渴望，掩蓋產品質量嘅缺陷。當消費者瞓喺 ICU 裏面，或者變成咗骨灰盒入面一捧灰嗰陣，嗰啲喺發佈會上激昂嘅口號，嗰啲關於大國重器嘅宣傳，能唔能夠俾到佢哋家屬一絲一毫嘅安慰？呢啲消費者本質上係呢場新質生產力大躍進中嘅小白鼠，佢哋用自己嘅積蓄，甚至用自己嘅生命，為中國車企積累數據，為嗰啲不成熟嘅產業鏈試錯，而且佢哋甚至唔能夠新，因為新就係遞刀子，就係不愛國。呢種係極其悲哀嘅斯德哥爾摩症候群，被收割者喺度維護收割者嘅尊嚴，受害者喺度掩蓋加害者嘅罪行。點解喺航天飛船能夠對接天宮、高鐵能飛馳神舟嘅今日，中國政府卻做唔出一個能夠喺大火中讓人逃生嘅車門鎖？答案藏喺嗰個被奉為神主牌嘅字裏面，快。Tesla 研發一款車型需要3到4年，傳統嘅德國車企甚至需要5到6年，而喺中國呢個週期被壓縮到驚人嘅幾個月。小米由宣布造車到新車上市，速度之快令世界咋舌。但呢個驚人嘅速度背後係研發流程嘅極度壓縮，係驗證週期嘅野蠻跳過。喺正常嘅汽車工業流程中，一款新車需要經歷夏季嘅高溫測試、冬季嘅極寒測試、幾百萬公里嘅道路耐久測試。但喺中國嘅互聯網造車邏輯裏面，呢啲都可以用 OTA 升級嚟解釋。硬件唔夠，軟件嚟湊；測試唔夠，用戶嚟湊。呢個係一個冇雙盲測試嘅行業，就好似中藥喺某種語境下拒絕現代醫學嘅驗證一樣。國產新能源車亦都喺某種程度上拒絕咗國際通用嘅安全標準驗證。只要跑得喐，只要大芒夠大，只要雪櫃彩電大梳化配備齊全，佢就係好車。至於車身剛性、電池熱失控防護、極端工況下嘅機械冗餘，呢啲睇唔見嘅地方慳得就慳。畢竟喺資本嘅報表裏面，慳翻嚟嘅每一個仙都係利潤，而喺領導嘅政績簿上，早上再一日就係勝利。呢種大幹快上嘅思維模式，像極了當年嘅大煉鋼鐵。所有資源都向呢個行業傾斜，所有政策都為呢個行業開綠燈，國家補貼、綠牌政策、路權傾斜，為新能源車營造咗一個溫室。喺呢個溫室裏面，企業失去咗對市場嘅敬畏，失去咗對技術嘅敬畏，最終失去咗對生命嘅敬畏。我並唔反對國產車嘅崛起。相反，每一個中國人都衷心希望見到自己嘅國家擁有世界一流嘅汽車工業，但真正嘅崛起絕唔係建立喺虛假嘅宣傳、封鎖嘅輿論同消費者嘅屢屢白骨之上。言論自由唔係政治口號，佢係工業安全嘅基石。冇批評嘅聲音，企業就會喺自我陶醉中走向毀滅；冇真相嘅披露，技術就會喺掩耳盜鈴中停滯不前。如果連車門打唔開咁樣嘅基礎機械故障都唔能夠公開討論，如果連碰撞起火咁嚴重嘅安全隱患都要靠刪帖嚟掩蓋，
咁中國政府引以為傲嘅新質生產力，不過係一座建立喺流沙上嘅海市蜃樓。對於好似雷軍咁樣嘅企業家，以及佢身後成個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依家係時候從流量為王嘅發夢中醒啦，唔該將用喺營銷上嘅錢花喺熱管理系統嘅研發上，唔該將用喺法務部刪帖上嘅精力花喺機械門鎖嘅可靠性驗證上，唔該將嗰啲用嚟煽動民族情緒嘅口號換成對每一條生命最起碼嘅尊重。